来是猫啊，我还以为见鬼了呢。哎，小朋友，怎么这么晚了，你还一个人在外面啊？我不是小朋友。啊，你是外国小孩啊？你的眼睛好好看，好可爱呀！我最恨别人叫我小孩子了。哎，小朋友都爱装大人。走吧，这里不安全，我带你找警察去。走啊！啊！好不容易从父王那里逃出来，居然遇上了除妖法师，我的运气还真是好啊！碰见我，是你的厄运。是吗？小家伙，有点意思。更有意思的在后头呢。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，我父亲只剩下我这一个儿子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父亲说过，未来是我们的天下，就算你们除妖师再厉害，也无法逆转时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他是殷浩天的儿子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
儿子，儿子，这种地方不能玩的，知道吗？妈妈，这里为什么画了一个人形？这里杀死了一个女人，你非要到这边来玩的话，也会被坏人杀死的，知道吗？你错了啊！此处妖气甚重，他不是被坏人杀死的，而是被妖怪害死的。神经病！我不是神经病，我啊是侍奉女娲的上古通灵巫女的唯一传人，冯雨桐。妈妈，什么是巫女啊？问得好！为解救天下苍生，我游学多年，练得一身本领，今天就让你跟妈妈大开眼界。快走！找着了！哎，人呢？少主回来了吗？昊天大人，殷少主他已经死了。大人息怒！大人，大人，少主是被除妖师旷木尘所杀。我们四大天王愿不惜一切代价为少主报仇。我最后一个儿子也死了。自古以来，我们就和除妖师势不两立，天命所在，还请大人节哀。天命，就是我儿子活该死掉吗？当然不是，等大人的计划完成，就能杀尽除妖师，为少主雪恨。旷木尘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变异人最近的活动是越来越频繁，这个城市再也无法安宁。牧尘又杀死了殷昊天的儿子，我们邝家和他的仇怨是越来越深了。紫苏。天哪！我们是来参加天星研究员面试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这穿的是什么啊？那我本来的愿望就是当巫女嘛，要不是因为我爸，我才不来面试呢。我不打扮的夸张一点，万一真的通过了，我可就惨了。我现在要是带着你回去换衣服也来不及了哈。收。走。你说你好好的白富美不当，偏偏当什么巫女？哎，徐子昂可说了啊，这里灵异气场很重。你看，你看看，这边经常有解剖实验的东西。放心，降妖除魔是我的强项。79号居然自行启动，这应该是54。停！有杀气。我等会儿去天台休息，你帮我准备。老规矩，一杯黑咖啡，不加糖，不加奶。
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每天都去天台喝咖啡，而且全研究所的人都知道。谢谢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呢？是你？你就是那个白衣人，杀的那个妖怪，胳膊上还有疤。戳完了吗？出去！这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他们是带病菌的实验动物，我辛苦准备了3个月，全都被你们毁了。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是来面试的，可能不小心走错房间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连面试都不知道在哪儿的人，没有资格来天星研究所。我以主管的名义，永远取消你们的资格。凭什么呀？你什么人啊？拽什么拽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徐叔叔。哎，雨桐，出去！我帮你们收拾一下。走开！对不起啊。气死我了！长这么大连我爸都没吼过我。雨桐，雨桐，雨桐，是你吗？3个月的准备都白费了。雨桐，雨桐，奇怪，去哪儿了？你又想吓我是吧？凯西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好，你小心点啊。喂，醒醒！喂！喂！喂！你没事吧？究竟是谁袭击了他？紫苏，紫苏，又是他！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管我？少啰嗦！你说，是不是你推紫苏下楼的？你站住，别走！不想你朋友出事的话，就快点送他去医院。他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脱离危险，
放心吧，只需要静养。你想走啊？喂，你到底什么人？请你让开。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让你走。放手。嗯。你如果再骚扰我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都动手了，还说客气啊？这里是医院。跟我斗？直说，都怪那个扫把星，把你害成这样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邝沐尘，你死定了！雨桐，紫苏，你醒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要有事也是被你压死的。啊，对了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还记不记得是谁推你下楼梯的？是不是那个邝沐尘？我看到了一双白色的眼睛，特别恐怖。白色的眼睛？白眼睛，白眼睛的，白色眼睛，难道是白眼睛的妖怪？罗盘所指的就是这儿了。这里果然妖气很重，哼，我来搞定你们。你们居然直接在我的研究所里实验药效，要是被邝家人知道怎么办？啊！他们来了更好。好毒水。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闭嘴！如果不想死，就快走。反正都死光了，怕什么？谁说他们都死了？如果他们再出现，就是把你吸干了，我也不会管你。你赶紧离开这里。别去！居然能发现我的藏身之处，小姑娘，挺不简单呢。你放开他！快走，别管我。好，如你所愿。还不快走！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！他竟然吸走了我的力量！喂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殷昊天的人前进研究所，这个我倒不意外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你在天台上发现的那个新型变异人，居然拥有能够压制你的力量跟速度。奇怪。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肯定是殷昊天搞的鬼。本来想偷袭我，没想到却伤了别人。得提醒星炼跟岳武多注意点。对了，他们俩上哪儿去了？他们俩呀，赢了不少啊！你们兄妹俩一晚上在我的地盘赢了那么多钱，就想走人？没有那么容易。人可以走，钱必须留下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哼！一定是要跑去哪里鬼混了。你是大哥，要多管教管教他们。我哪管得住他们？他们全被妈给宠坏了。玲玲要是还在，也用不着我那么替你们操心了。那要是把钱还给你，你就会放我们走吗？小美人儿，只要你肯陪我玩玩的话，我就……这么输不起，还好意思出来混？跟我干掉他们！哥，要不让他们跳个舞啊？跳舞当然是你的任务了。
大哥，你们两个玩够了没有？哥，我们知错了，你别生气。错哪儿了？我只是用电击跟他们玩了一下，没杀他们。最近有新型变异人出现，你们两个还在这胡闹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大哥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睡得真舒服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啊？是邝沐晨医生救你的。哎，紫苏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，一直在睡觉，叫也叫不醒。给你做了各项的检查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我好得不得了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紫苏，告诉你件大事儿，这个世界上有妖怪。他们不是妖怪，他们是被病毒感染，产生变异的变异人。这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，我还准备还给你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可是上古昆仑巫女传人，你再跟我说说变异人的事儿呗。要不是那条项链，你早就死了。什么项链啊？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我先去车上休息一下，下一场戏快要开始的时候再叫我。好的，姐。哎，对了，姐，这几天好像有人鬼鬼祟祟跟着我们，用不用我留下来陪你啊？哼，你好啊，大明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老爸是 KSL 的研发主管吧？我们不要钱，只要他把配方交出来就行。那配方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张废纸。说，你们幕后主使是谁？女人只要漂亮就够了，太聪明容易红颜薄命。不要杀我，我会好好配合的。
如你所见，79号白煞也是个失败品。虽然生存时间有进步，对于阳光的抵抗力也在增强，但是战斗力依然很弱。有这种程度，已经足够了。不行，他们的 DNA 与智能芯片系统的兼容度还有待提高，需要继续试验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XT 病毒？我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喂，你是哪位？照片看到了吧？你女儿在我手里，你要敢告诉任何人，就等着收尸吧。我的女儿现在安全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她自然安全。等我电话。喂，喂，喂！这是你派人干的吧？你觉得呢？KSL 精华素，留住你的永恒之美。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来找你了，你居然敢把我踢下水！你死定了，徐长，你死定了！你真是雨桐啊！你扮成这样，我哪知道你是雨桐啊？你过来，来。你干嘛？过来把我拉上去啊！那你别把我拉下水啊！哎呦，我不拉你。真的？还真的真的。你保证？保证。发誓。我发誓。哎，来。过来吧你！你不是说好不拖我下水的吗？谁让你先把我踢下水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踢我的？我投降！过来吧，告诉你个秘密。过来！什么秘密啊？什么变异人啊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？你脑子才坏了呢！你坏了！来吧，这屋。我爸出去开会了，你先待在这里，我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好。东西就在里面。请进。说吧，要怎么样才放了我女儿？把 KSL 配方给我。哼，这个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准备好了，拿去吧。我还需要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 ？XT 病毒。病毒我都是加密的，就算你们抢走，也没有人能看得懂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要是偷走了就能够用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。大明星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不会真的炸死你的，啊？如果你要是不配合，我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女儿。好吧，资料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要知道背后的买家是谁。你少废话。
雨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救嘉玲姐吧。哎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拦我，嘉玲姐出事了！你干什么？嘉玲，嘉玲！嘉玲，沐晨，嘉玲，嘉玲，你没事吧？嘉玲，沐晨，我每次遇到危险，你都第一个来救我，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先别说了，我们去医院吧，好吗？来，徐叔叔，好，走走。徐教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2个绑匪劫持了嘉玲，想逼我交出 KSL 的配方。幸亏你们的帮忙，才及时救出了嘉玲。最后那2个绑匪引爆了炸弹，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要不是大家都反应及时，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你们了。我可以作证啊，那2个绑匪绑架了嘉玲姐，还敲诈许叔叔。只可惜啊，要不是没有某人来捣乱，我早就过去救他们了，说不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说，嘉玲姐出事儿是不是跟变异人有关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不准你踏进天星研究所一步。你越这样，就证明你心里有鬼。只有你会走啊，我也会走。哎，爸，你先照顾老姐，我去看看雨桐啊，免得她又惹事儿。好。啊他们都走了。你今天这事儿闹得也太大了。反正所有证据都炸没了，算他们倒霉。还好，没被沐晨发现破绽。是因为他眼里只有我。你还不打算放手吗？当年我们会分手，是因为他怕伤害到我，也是时候让他回到我身边了。嘉玲，你太沉迷于这段感情了，你这样下去会失去理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累了，我想先休息。好吧，你自己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要得到 XT 病毒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知道谁是绑架案的幕后主谋了吗？大人，那2个绑匪想把 KSL 的配方卖给外国公司，没想到却失手炸死了自己。我想，
应该没有人指使。只是为了钱？魔月水晶，去帮我调查清楚一件事情。这场爆炸弄得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停车，真是太不方便了。这爆炸现场损坏得太严重，没留下任何线索，查不出绑匪的身份。不过好在你跟嘉玲都没受太重的伤。多亏了沐尘和雨桐及时帮忙，我们才脱离危险。最近研究所确实不太平，我会让沐尘好好调查一下。你也要格外小心。徐叔叔，我要当天星研究所的研究员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招聘面试要到人事部，你说你在这儿拦车多危险啊！那个邝沐尘，他跟我有私人恩怨，肯定不会让我过关的。徐叔叔，你就帮帮我嘛！行了行了，我回去研究一下啊，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答应我。慢一点。危险！看来已经不行了。只要还有1%的希望，就必须要救。你看这还行吗？多危险呀！这老太太躺地上，够凉的这是。看来快不行了。哎呀，真可怜呀！奶奶，让一下。快救救老奶奶！快救救她！有脉搏了，奶奶！用你看看好了。奶奶，你醒了？好吃一下就好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这个老婆婆真的不行了呢。那个冯雨桐，差点害死一条人命。你误会她了，沐尘，她是为了救孩子，车祸纯属意外，事故还是因她而起。在你眼里，我就那么差劲吗？谢谢。这一杯啊，原本是给你的。雨桐，你这是生气了？哎呀，徐叔叔，我之所以死乞白赖想进研究所，是因为紫苏她突然被一个白眼睛的妖怪袭击了，我一定要帮她查出真相。就凭你？就凭我，怎么样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快来救我们！快来救命！救命！怎么，他们无辜被杀，你心疼吗？哼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嫌他们毫无还手之力，杀得不痛快而已。哼，你放心好了，下一个就轮到邝牧尘了。可是邝牧尘实力那么强，恐怕和我们4大天王之力也没有10足的胜算。当年是除妖师害死了你的父母，难道你不想报仇了？儿子，赶紧跑，不要管我们，赶紧走！爸妈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找人救你们。快走！其实这次行动，我们另有目的。爸，我和他怎么会有缘分？那为什么每次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都能感觉得到呢？就算有，肯定也是孽缘。其实那个雨桐，我觉得跟你母亲还挺像的。爸，她怎么能跟妈妈相比呢？我看得出来，雨桐虽然性格莽撞，但是她跟玲玲一样，有颗善良的心。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女孩，她也很善良，只可惜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你跟那个徐嘉玲，天生命格相克。那次车祸就是一个惩罚。爸，如果不是当时你狠心离开，恐怕她现在早就没命了。好了，沐尘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上天自有安排。喂，开心。什么？爸，有一批实习生在黑山采集标本的时候，集体失踪了。黑山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雨桐，实验室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有几个实习生在黑山失踪了。又是研究所出事。我要去找他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哎，雨桐，你别闹了。不行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胡大叔，我今天有事儿，我改天再来找你啊。哎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呀，等等，雨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人在山上布下了结界，那些实习生恐怕凶多吉少。我去救他们。沐尘，这恐怕是个陷阱。爸，我会小心的。大哥，带我们去呗。那边太危险了，
你们不能去。哥，你别老把我们当小孩嘛！斩妖除魔的事，我们也有责任呢。啊，大哥，带上我们呗。让他们陪你一起去吧。哥，大哥，好吧，一切听我的指挥，好吗？Yes sir。怎么绕来绕去还是这里啊？这里好像有结界。啊？喂，你怎么进去的？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巫女。巫什么女啊？我看就是个神婆。把手给我，我拉你。厉害呀！厉害吧？啊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有结界，让我来。好了，我们走。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了。在整个结界里面，我们的力量会被压制。你们俩万事小心。遇到危险，立刻给我发信号。好的，大哥。去吧。行令，有我，注意安全。又想有幻术吗？喂，醒醒！救我！对不起。你是来救人的，哼，还是来杀人的？先杀了你！你越使用能力，毒素蔓延的越快。
这是我在来的路上做的记号。看来，我们已经迷路了。我看，我们不止迷路了，我们还中毒了。这烟雾有毒，我们再走不出去，就完了。要不，我们找大哥来救我们吧。 不行，这点小麻烦都对付不了，那要我们还有什么用？好吧，那我们继续找出路。这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啊？而且摆放的还很整齐。这里阴气很重，失踪的人应该就在附近。雨桐，你觉不觉得这些石头摆放的很奇怪啊？黑暗之势，活人之躯，妖怪之毒，这是神之阵！他们就是失踪的实习生。他们好像还没死，我们快想办法把他们救下来吧。 碍事的家伙，差点破坏了我的阵法。哼，幸好只是来了2个人。这条路我已经布下了结界，按理说，普通的人找不到才对。可能是这个女孩真的有点灵力，所以穿越了结界，找到这里。上次让她吸走了我的力量，干脆除掉她，以免后患。等等，留着她。 说不定还会有点用。也好，邝牧尘肯定会来救他。徐嫂，徐嫂，雨桐。 你还真是碍事。又是他！
你个好消息，这些实习生还没有真正的死掉。天黑之前，他们的毒会自动解除。不过，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，就取决于你了。 这里有噬神之阵，变异人的能力会增强，而你的会减弱。再不拔剑就会死的。我已经错杀了一个人，不能再让他们死掉。 中计了。陆续，沐晨，沐晨。 沐晨，沐晨，沐晨！你的毒素蔓延的速度好快。幸好那刀没有伤到要害，只要花点时间，我还能压制住毒素。沐晨，沐晨！ 妈妈，你快帮帮我！
大哥出事了，就在前面，快走！沐晨，沐晨，沐晨！居然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，幸好他不会使用。等等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别再节外生枝了，走吧。这可是杀邝慕尘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快走！雨桐，不靠谱，不靠谱！死雨桐！呀，别走，小妞儿，再一个人。一个人呐，抢劫包留下，人可以走。还行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大白天的，有病啊你们！住手！呵，干他！怪我，怪我！走走走！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需要医治，愚蠢的人类，走开！可是你刚才救了我呀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走吧。滚！你再不走，我杀了你！奇怪，走就走嘛。奇怪，这个人的气息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？他伤得那么重，又被我们追杀一个晚上，说不定他已经死了。难道说的是他？此次属下作战不利，导致赤焰下落不明，我甘愿受罚。我要的东西，你找到了吗？在这里。下去吧。
当时没有把邝家人全部杀死，竟因祸得福啊！血月之夜，快来临吧！小心！走吧。怎么还是抖得这么厉害啊？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这次没能照顾好子昂和雨桐。他们中的毒很奇特，我需要时间来配药方。你来照顾他们。殷昊天居然派龙息来伤害我的儿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爸，既然变异人才是人类进化方向的话，我们不如就用 XT 病毒来救子昂和雨桐好了。XT 病毒只完成了一半，实验体虽然攻击力惊人，但是依然无法抑制对人体能量的渴望。我不想让子昂和雨桐都变成只会杀人的怪物。我也不想要子昂出任何事，可是爸，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对付龙息啊？我曾经提取过龙息的血液样本，发现他长期用毒，体内的变异病毒被抑制，超能力也出现了下降，所以他才为得到 XT 病毒而找人绑架你。难道变异人也可以变成正常人？匡天师高薪聘请我，就是为了研制病毒的血清。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，竟在龙息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。爸，如果变异血清研究成功的话，我们对付殷昊天就更有胜算了。我去找解药。龙息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为了 ST 病毒绑架我也就算，为什么要杀我弟弟和雨桐？干嘛这么激动啊？你弟弟和那个巫女是误伤，不过你想要解药的话，还是要付出点代价的。这是你要的。哼，怎么只有1瓶？这是我们用200个变异人提炼出来的。
我们已经没有多的变异人可以用了。实验供体我可以搞定。你不怕被殷昊天发现？殷昊天从来都不相信任何人，更何况你们隐瞒 XT 病毒进度的事情，他已经有所察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你回去的时候最好开车快一点，因为再过2个小时，他们就毒发身亡了。